度係橋咀島啦，香港潛水嘅熱門地點。水退嗰陣時，嗰條路就會露咗出嚟咯。香港都真係幾特別㗎。8點零9點鐘就已經去到西貢，香港嘅後花園啦。香港嘅 biodiversity 係好犀利嘅一樣嘢嚟嘅，珊瑚種類其實唔會差得過外國好多。去到海岸公園，去到尖洲嗰度有個海葵林，喺外國見到咧，通常係一朵，跟住你隔好遠，你先見到一朵兩朵。喺香港嗰個咧，半個足球場咁大，全部都淨係海葵林嚟嘅啫。咁呢啲係香港水底嘅寶藏，而唔係好多人知嘅咯。潛水係好得意嘅一樣嘢嚟嘅，喺水度上嚟之後咧，本來唔識嘅人都會變得好 friendly。住喺一個 marina 度咧，啲人行過係會打招呼，咁同一個城市嘅生活或者城市嗰啲擦肩而過係好唔同嘅。住船喺呢度瞓醒，你聽到水聲，你聽到雀仔聲，你聞到海嘅味道，好 relax 嘅咯。開工冇咁燥，開工絕對冇咁燥。